请咱大家闭慢心来敬拜上帝。上主啊，求你将遵守你命令的道路指示我，予我知安怎样来彻底遵守。求你予我有智慧遵守你的律法，通专心遵守。求你带我行伫你诫命的路，这个路我真意爱。求你予我的心归向你的教示，无往不义的钱财。求你予我袂意爱虚假，照你的话赐我活命。做回来吟圣诗第303首，主，我要学罗你，请徛起来吟。
请咱犹原徛伫三脚鸭头来祈祷。愿伫天里的阿爸爸，你是用话语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你是阮的上帝，阮是你的子民，是你草场的羊群，是你找起圣囝的神入阮的心，互阮有份做声来叫你阿爸爸。主爱甲信实的天父，你无忘记你以色列家的应允，你呼召摩西带因离开迄个最劳工的埃及地，伫旷野你赏赐因工业，用因家己甘心乐意所献的金银礼物来成做会幕，甲一切器具的这材料，拢有照上帝你吩咐的来完成。你是赏赐活命的天父，你拯救世间人的计划拢无停止，为着要互阮活出受造的形象，搁互阮得到永远的活命。你找见主耶稣基督来成做阮的救主，伊为着阮的罪来受死伫十字架，阮是你付出代价买来的。但愿通过耶稣来认捌你，要来听明白你的话。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引带阮行伫应该行的路。你是甲阮同在的上帝，无论天边海角，拢有看到你的拯救。无论伫山顶，还是伫教堂即马内面，你的同在，互阮领受到你的看顾甲保护，你的医治甲帮助。伫疫情扰乱世界不安的时，伫高卢中国极权政府发动战争甲威胁世界的时，你的话语医治阮的心灵，互阮的心智来得到勇壮，互阮的身躯嘛得到溃烂。你是人民的上帝，伫阮的处境中有信心，嘛有惊吓。特别看到教势渐渐衰微，看到羊群伫减少的时，互阮的心头真不安。阮敢有照你的话来行？无论时机到时无到时，拢着坚持去传福音。阮敢有用最大的耐心甲教导来劝勉、来督责、来鼓励？阮敢有亲像伫旷野这先祖迄款的尽心尽力尽力来完成你所吩咐的？你吩咐阮着行的大诫命甲大使命。你是道路的上帝，请你开路，互阮彼此接纳，嘛互阮接纳家己。愿伫信仰这条天路的旅程中，无互阮浪费性命来互相批判，反倒当决心来，无要去做遐互阮的兄弟姊妹信仰受到塌崖绊倒的事，就靠圣神所赐的公义、和平甲欢喜，来实现上帝的主权。阮需要你的帮助引带，阮需要每一个兄弟用伊的温数。甲眼光来做伙关心教会，无论阮伫每一方面，也是某一方面是哪里也专业，总是阮是有限的人，请上帝你帮助阮。伫阮挂虑不安的时，请你帮助阮学习耶稣的门徒彼得所讲的，就将一切挂虑交予上帝，因为上帝你关心。请你帮助阮学习保罗所讲的，就分担担当。安尼做才是实现基督的律法。愿上帝帮助阮，互阮做伙关心，做伙甘心乐意服侍你，来完成成全基督的命令。你是真理的上帝，愿要欢喜做主呼召的自由人，甘愿派耶稣的担，做耶稣的奴仆，对安尼伫世间来得到自由。请你帮助阮，就用尊重关怀的态度，好款来处变，互教会成做一个安全、欢迎、接纳人的好所在，成做一个开放、友善、阁有包容、爱心的教会。愿你赦免阮的辜负，因为阮做了无够。求你帮助阮，着学习家己谦卑，亲像囡仔来入去上帝你的国度。你是生命的上帝。伫大行业的世界，阮对自由民主、人权的观念已经进步到一个坎站的时，面对新世界的挑战，特别感受到信仰团体伫咱的社会中间，伫咱的环境受造万美的中间，
彼此有一个叫做互相的责任，特别是原人甲土地、人民生死有关的议题，愿上帝帮赞，互阮做伙关心，请你带领阮实行公义、心存慈悲、谦卑，甲上帝你来做伙行。这是阮要用主教是阮的祈祷文来讲，阮伫天理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行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入息，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过负阮的人，无你带阮入入去，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、能、荣光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，请坐。请咱掀开圣诗后面启应文第一篇，这篇启应文是出自《申命记》第6篇，咱做伙来启应。以色列啊，要注意听，互恁通照上主恁列祖的上帝的应允。以色列啊，要注意听。恁着专心、专情、专力听上主你的上帝。我若今日命令恁，才会着记伫心内。无论伫厝内坐，还是伫路里行。搁着绑伫手内做记号，着写伫厝的门徛，做伙来吟圣诗第194首，开我的目睭，互我看见，请徛起来吟。请坐。咱做伙来祈祷。
至圣的天父，阮自执伫你的面前，感谢你是阮救赎阮，互耶稣成做阮的大牧者，愿你掌权，互阮伫圣神的引带内面，超找真理，用谦卑的心，尽阮所领受的恩赐，来做伙关心，来喜乐服侍伫你的面前。愿阮来到你的宝座前，欢喜吟诗来敬拜，请你开拓阮的心门，通过牧师的正道，帮助阮明白你的旨意，对你的话语来得到开展，互阮伫基督耶稣内面领受新的活命，彼此相听，为主做干净。愿咱的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做伙来共读圣经。今日的经文是记载伫出埃及记第39章第1节到第43节。出埃及记第39章第1节到43节，请咱注意看，听我来读。这师傅照上主对摩西吩咐，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的丝，用幼钢做阿伦伫圣所服侍要穿的圣的礼服。因用金线、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的丝，甲锁过的幼麻做衣服的，就是将金仔泡薄加做线，掺伫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的丝甲幼麻，用技巧的手路织做伙，因搁做金带，甲以及衣服的双边连做伙。衣服的腰带甲衣服的共款用技巧的手路，用金线、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的丝，以及锁过幼麻织起来，甲衣服的连做一个，拢照上主对摩西吩咐做。因搁托2块红玛瑙，镶伫金框内，用刻印仔的手路，将雅各的囝的名刻伫迄顶面，按伫以弗得的经带做以色列人的纪念照，拢照上主对摩西吩咐做。因做一个判断的兄弟，以及做以弗得同款技巧的手路，用金线甲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的丝，以及锁过幼麻做。兄弟是四方的凹相顶，长宽拢22公分。兄弟顶面镶4撮宝石，第一撮是红宝石、黄玉、赤玉；第二撮是绿宝石、蓝宝石、金光石；第三撮是紫玛瑙、白玛瑙、紫色的水晶；第四撮是青玉、红玛瑙、碧玉。这个拢镶伫金圈。这个宝石照雅各的囝的名，共12块，用刻印仔的手路，逐地刻一个名，代表12支族。因用纯金拍2条链仔，亲像枷锁啊，安置兄弟。因搁做2个金的圈，甲2个金环，用这2个环安置兄弟双头，将迄2条金链仔连伫兄弟双头2个环，用2条链仔的双头连伫2个圈，安伫以弗得的金带的头前，因做2个金环安伫兄弟双头的前，跟以弗得内面相平。搁做2个金环安伫以弗得头前的金带下面，换进3连的所在，用技巧的手路织的以弗得的大顶面。因用蓝色的釉带，将兄弟的环
甲有德的环绑做伙，搭伫用机巧的手路一个有德的带，将香地甲有德固定咧。才会笼罩上主对摩西吩咐罪。因用这步的方法，做穿伫衣服德内面的外袍，规领是蓝色的。袍顶面对中，为了头壳留一个孔，周围一领沿，亲像正价的领孔，才免破裂。袍下面下骹部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的丝做下流，佮用纯金做项链下伫下流甲下流的中间。袍规的下骹部一个项链一粒下流，一个项链一粒下流，通穿来服侍上主。才会笼罩上主对摩西吩咐罪。因用这步的方法，为阿伦甲伊的囝做幼麻的内袍、礼帽甲头巾，用锁过幼麻做礼裤，佮用锁过幼麻甲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的丝，用刺绣的手路做腰带，才会笼罩上主对摩西吩咐罪。因用纯金做礼帽的牌，用刻领手路刻圣化归上主，佮用一条蓝色的带将迄块牌绑伫礼帽的头前，才会笼罩上主对摩西吩咐罪。安尼会幕的布边甲所有的工程拢完成，上主命令摩西所着做的以色列人拢照安尼做。因将会幕就是布棚甲所有的器具送去摩西遐，有狗仔帮歪弓挑有损空的做，看布棚捏做红色的羊杆的皮甲上顶的皮，压约规个挂甲张梨，约规个甲伊的弓、伊的挂。摆献祭饼的桌，甲伊的器具献祭饼，纯金的灯台甲伊的灯状，灯台的器具甲点灯的油，金的香坛通抹的圣油甲香的香料，会幕的门篱，铜的祭坛甲铜的网仔，祭坛的杠。甲坛所有的器具，洗动的盆甲盆座，鼎四围的围，甲椅的条，有损空的座甲鼎门篱，迄仔甲锁仔，布棚甲会幕内面所有的器具，以及有工做的礼服，就是祭司阿伦伫圣所穿来服侍的圣的礼服，甲伊的囝做祭司得穿的礼服，上主命令摩西所着做，以色列人拢照安尼做。摩西看到所有工程拢有照上主的吩咐完成，就甲因祝福。愿上主的话，互咱知影伊的吩咐是哪尼啊丰富，因带咱的性命行伫正确的路。这时，咱要请蔡连杰执事来献诗。伊要唱的诗歌是《神为了我》。我
就把我从悲哀转向欢喜。这时，请黄春生牧师讲道，题目是遵照上帝话。弟兄姊大平安，愿上帝恩典甲咱每一位三个弟弟。今仔日恁家即次通过伊所做曲的这个诗歌，神为着我来带领咱来敬拜。恁家即次伊有创作真侪这个诗歌拢真感动人，阁好听。今仔日即首诗歌，神为着我的这个作词者水野元山，伊是伫日本一个真出名的基督徒。伊的出名是因为伊面对困苦的中间，犹原充满疼甲盼望。因为伊伫国小4年的时阵，因为得到一场这个流行病的感染，伊发烧到伫真悬，无法度退，直到病毒走入去头壳内，直到伊得到这个脑性的小儿麻痹。当初时这个病症，互这位聪明活泼、数学真非常优秀的囡仔，一切拢失去自由。所以这个水野元山，伊对这个颈部以下的身躯拢无法度动。伊敢若剩目睭会当念一个念一个，耳孔会通听，喙却无法度来发出声音。但是通过伊念目睭，伊拢总写4本的这个诗歌，千外页。伊的诗拢充满疼甲盼望，若像今仔日恁家即次所吟的即首诗歌，神为着我，歌词内底讲起疼甲拯救，将我对悲伤转换欢喜，这是非常感动人的诗歌。人生中间，咱会拄着患难、艰难，若亲像以色列人伫埃及的中间，因咧拄着艰难的时阵，因安怎去面对？这首诗歌会讲起疼甲拯救，将我对悲伤转换欢喜。我想以色列人伫这个出埃及的过程的中间，嘛有这款的经历。上帝的疼甲拯救，互因对做奴才的家会通得到讨棒，会通得到自由。咱对去年7月牧师团开始的团工出来及其的信息，到单已经到伫落尾啊。后礼拜咱就要讲到最后一章。如果咱回顾出来及其第1章，第1章的信息中心的信息，我捌讲起第17节，讲这个三婆接生婆，伊敬畏上帝，无顺服国王的命令。无顺服迄个埃及的法老的这个命令，我捌讲起这句话是整个出埃及运动上要紧的中心的思想，就是听上帝话，应该赢过听人的命令。这款的信仰，卖通去比较到伫新约时代教会的时期。伫《使徒行传》第4章19节到20节，遐有记载，使徒彼得甲约翰伫犹太的这个议会中间，因受掠伫遐来回答，伊咧讲：伫上帝面头前听恁较对，还是听上帝较对？
恁甲家己判断，阮所看见、所听的话无讲出来，所以咱会通安尼来了解，以色列人因做奴隶，因是听埃及主人法老的声音。检采听人的声音，会通得到物质上的满足，检采会通活较久淡薄啊。但是真正的性命不在伫这个所在，乃是在伫听上帝的话。所以因出埃及了后，伫旷野，伫申命记第8章第3节，因深深的体验到一句真要紧的信仰，就是人的话，毋是干那靠食物，乃是靠上帝所讲的每一句话。出埃及记的故事会甲咱讲起，埃及这个帝国虽讲迄当时是全世界上强的帝国，国力虽讲强，相对才会阁是伫咧饲养做奴隶的希伯来人，根本无法度去对抗这个埃及人甲这个帝国。但是是上帝引出下底，迄个软弱的妇人人，嘛会通赢过埃及的国王，因为三宝敬畏上帝，听上帝的话。所以对出埃及记第1章到伫今仔日咱所读到的39章，出埃及记一再会甲咱提醒，遵守上帝的话是真重要的代志。而且出来记整个40章的中间，迄个中心拢只10条界上帝的话语。你也看迄个出来记上中会记载20章，遐就是会记载10条界。咱甲看这个作者，伊的这个描写40章的中就是10条界。咱今仔所读到的39章，其实伫28章、35章拢读过。不过咱爱知影，虽讲有即款的重复，我曾讲起重复有伊要紧的意义。伫即章的中间，虽讲头前28章、35章有讲过，但是咱若互相对照的时阵，咱就会当比较搁较清楚。伫遮会讲起祭司的3兄弟甲其他的物件的规定是搁较详细。咱咧看即章的时阵，咱嘛爱看到一句话一直重复出现。那像有第1节、第5节、第7节遐会讲起，照上主所吩咐摩西的话，即句话是每一个工课的段落结束了后，拢会出现即句话。即章的内底出现几遍？10摆。因拢照上帝吩咐摩西的话去做，拢总出现10摆。第40章的时阵呢，即句话出现几摆？7摆。因照上主吩咐摩西的话在做，所以无论是39章也是40章。一个是出现10摆，一个是出现7摆，这拢是咧甲咱强调，这2章一个真要紧的主题，就是遵照上帝的话。我捌提醒过，摩西的律法托拉，这个主要的文献的收集甲编辑的时间，是伫主前586年。以色列人亡国了后，受掠到伫巴比伦，伫遐痛苦做奴隶。伫迄款的中间，因激发出来信仰的反省，因深深去体会到以色列民族为什么搁一摆成做奴隶这款凄惨的地步，是因为因袂记得上帝的话，无掠上帝最中心所引起的。所以受掠到伫巴比伦的期间，当时上有学问掌握这个财物的人，主要是祭司、经学教师。因伫信仰的反省，带动摩西律法的文献的收集、编辑，
所以因迄当时就真强调爱遵守上帝诫命，遵守上帝的话，人才会通不断掠上帝做中心。当咱人掠上帝做中心的时阵，咱就会通圣化人的灵性。上时阵也唤醒信仰团体，定心会通会记得上帝不变的疼，以及对以色列民族的救恩。咱会通讲，伫早前因无遵照上帝话去行，所以至到亡国，真做奴隶。现在因已经忏悔，因经验到违背上帝话，至到就是安怎离开上帝道路，到伫凄惨的假死。这种家破人亡的悲惨经验，互因唔敢搁一遍违背上帝的旨意。伊也望会通教示因的子子孙孙遵守上帝的教示，遵守上帝交代摩西话去行。咱现在就做阵来看39章这段经文的内容。首先来看的是第1节甲第7节。第1节甲第7节，咱有人是摕现代中文译本，有人是摕和合本。伫和合本的圣经内底，一开始有写一个名叫做比撒列，但是原文的中间无这个人的名，敢若写讲这的师傅头，是讲因是指这的师傅。这的师傅头，因毋是敢若做亚伦这个贵重的礼服，伊嘛做其他的祭司亚伦的囝因的这个礼服。伫遮所谓的这个贵重，也是讲华贵，咱会通去想到，因伫整个制作的这个过程的中间，拢是用真技巧的手工来做，因所用的材料也非常的贵重。咱拢知影，这个迄当时的这个师傅头，因拢是以色列人中间特别选出来，拢是上帝用智慧的灵充满因。搁另外，因所做的物件拢是上好的材料，那亲像伫这个咱讲颜料顶头，紫色、蓝色、朱红色等等，这个拢是迄当时真贵重的材料，拢是贵族才会通用到的。特别因用黄金剪做线，包伫迄个内面，这嘛互咱看到因所做是非常的这个高工。而且也甲咱讲起，毋干那2条这个金架头，爱有2个这个红马佬，红马佬的顶头爱刻12支派的名。伫出来记28章的时阵，就甲咱讲起。这个12支派名是照着因出世的这个顺序来刻起去，一边是6个，2边拢总是12个支派。当亚伦穿这领特殊的衫，到伫圣所去敬拜上帝的时阵，这已经在表明，毋是伊个人去，伊乃是安怎？代表整个以色列12支派来到伫上帝的面头前去亲近上帝，所以大祭司有担当这个使命的这个责任，那亲像负担起整个以色列共款。这互我想到，当耶稣基督咧讲起一个譬喻，迄个失迷羊受吹着的时阵。迄个雇羊的人是将羊放伫伊的肩胛头。伫路加福音15章，会讲起这个譬如讲，恁中间有啥物人有100只羊，若失迷一只，要怎样？伊就将99只放伫草场去找迄只迷失的。直到找着，一旦找着，就欢喜将羊放伫伊的肩胛头。
这代表金甲头，金甲头是一个人上有力量的这个部位。咱咧看迄个举重选手，伊咧举起来的时阵，安怎爱用肩膀迄个力甲挺起来。意思讲，大祭司伊爱担起这个12支派整个民族要紧的责任。当一只马失软弱，伊伫遐甲担起来，这就若亲像耶稣基督，伊做一个大祭司共款，咱的软弱，伊甲咱担起来。对遮咱嘛当看到，做一个带领敬拜上帝的使者，也是讲上帝的车用。若像今仔日的传道者，伊的身躯顶嘛，毋是伊个人，乃是伊所牧养、所关怀全体的对象。同款的，伫教会长老也是代表教会的全会众，毋是家己。如果无有这款的观念，咱就无法度去了解亚伦迄当时所穿这领衫特殊的意义。以弗得这领衫重点毋是伫下面，乃是伊的金甲头。伊的金甲头就是要来担起这个责任，神圣的责任。那亲像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4节，伊也甲咱提醒，讲兄弟姊妹，我劝恁，经过这个贫惰的人，鼓励软弱灰心的人，帮赞软正的人，耐心来款待每一个人。这就是担伫金甲头来扶持。煞接咱来看第8节甲21节，伫这段经文，第8节所谓讲制作用以弗得同款的工来制作，这句话是咧指这个形地形牌所用的材料，迄个做事的师傅，伊的手头嘛爱用真技巧的工来做。这甲头前要做这个礼服所做是完全同款。这要来凸显伫上帝面头前，这一切的物件拢是用上好的来献上。这兄弟代表12支派的性命，甲上帝约拢有真密切的关系，放伫伊的心肝头的顶头。这就若亲像上帝将咱放伫伊的心肝头，伫迄个12宝石的中间，拢刻雅各的一个囝的名，这嘛是代表12个支派。这个刻名其实拢是咧提醒上帝甲伊的选民，迄款的连结是非常密切的。咱毋知影这写是雅各12个囝，还是写12个支派，但是所代表的拢是同款的意义，是整个以色列民族。这个兄弟有一个特色，顶头有12个宝石，拢无同款。这12个宝石拢代表12个支派，无同款，是因为无论什么款的石头。什么款的材质，上帝拢爱大祭司将伊放伫胸前。伊是照一个的名伫遐带到伫上帝的面头前，永远伫上帝的面头前，爱安安白好条，袂通离开。这互我想到约翰福音第10章第3节，遐会讲起。看门的替伊开门，伊的羊也认得伊的声，伊照因的名叫家己的羊带因出来。意思讲，耶稣基督将咱每一个人的名拢放伫伊的心内，伊是一个一个按照因的名来叫出来。伊听咱到一款的程度，因为伊
叫咱逐人的名带咱。所以，咱来看22节到31节，这段经文，特别22节一讲起挂有的外袍是要用完全蓝色的木门，这个来制作。这个蓝色伫希腊文内底，这个蓝色会当加翻译对蓝紫色。这个色字嘛有一寡紫色的成分伫迄个中间。这个色伫希伯来文嘛，互人称作尊贵的意思。意思讲，有着个外袍代表一种的尊贵，嘛表明祭司的尊贵甲伊所受呼召的神圣。这个摩西用现代台语的译本的翻译讲，所过的幼麻，所过就是手工上好的手路手工所做的。这是迄当时埃及上高贵手艺的职工。伊伫这个外袍的这个下摆、迄个边缘的所在，圣经讲，都爱做下流形状的物件。这个下流也是用所过幼麻伫遐做出来。这个幼麻做的所在，包括内袍。包括帽仔，包括裤，拢是用所过的幼麻。30节咧讲起，顶头要有一个奉献的牌。28节是安尼讲起，讲一个纯金做一面牌仔，所以这个牌仔真清楚，伊的材料是纯金所做的。希伯来原文所写的牌仔，这个字也是会当讲花的意思。金闪闪的物件，所以这个花爱用这个蓝色的带，伫遐怎做一个带拢过去，会通绑伫帽仔顶头。但是这个花顶头爱写字，写圣化归上主这几字，所以有人就甲称作是一个牌仔。圣化归伫上主，这也是咧提醒。做祭司的人爱分别出来，伊甲其他的12支派无共款，而且阿伦身躯顶所穿的迄个礼服，伊的肩胛头有红马岛写12支派的名，兄弟顶头嘛有12个宝石，嘛是写12支派的名，但是都是无写利未族，因为因已经安怎？圣化归上主，伫这个外袍外围，谈到讲起有这个下流形状的这个幼麻所做的这个装饰品，甚至爱有铃铛啊，就是铃铛的意思。因为铃铛啊，伫这个祭司伫圣所点灯的时阵，伊伫遐行。听到这个声音，人知影讲人搁伫内面好好，但是犹太人认为这个铃铛啊，就代表一种祈祷的声。这个袍有下流，下流内底有足侪籽，代表足够结果子的意思，满满的这个果子。铃铛啊，代表是祈祷，所以这个外袍带予咱有一个真特别的。意义就是安怎？一个时常祈祷的人，是一个时会通结果子的人。那亲像约翰福音15章第8节安尼讲起，我的爸会因为你结侪侪果子来得到荣耀，恁也因为安尼成做我的门徒。所以，咱来看32节到第43节最后的这段。这段经文，互咱看到是伫出来记35章一定有描写过啊。较特别的是这段经文的强调，上主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一伫遐做，因完全遵照上帝的命令去行。所以这句话，互咱看到。当因做完这工程了后，因毋是安怎
对着家己的意思去做，乃是尊叹上帝吩咐摩西话去行。换一句话，互咱知，可能照前因拢照家己的意思去做，因捌什么时阵照家己的意思去做，就是因拜金牛的时阵，因家己做金牛来讲，这是带阮出埃及的神，因照家己的意思去做。但是因后来悔改啊，所以因现在是照上主吩咐摩西话去行，因照上帝命令去做，这就是咧表明以色列人已经悔改，用实际行动来回应上帝甲伊所立的约。43节，咱做阵来看，第43节才讲起。摩西看到所有的工程，拢有照上主的吩咐来完成。摩西去看，这个动作就是安怎？代志做完啊，完工的时阵，敢爱去验收？摩西会验收啦。摩西验收的最后，伊讲看到拢有照上主的命令完成，最后就甲因祝福。这个激动就那亲像创世纪，上帝看伊创造的一切非常的好，看了后上帝安怎验收完成，讲一项，上帝安怎非常看做非常的好。现在咱嘛看到摩西去验收，看见百姓人民遵叹上帝命令，完成一切工程。摩西最后就安怎祝福以色列人民。通过今仔日这章，咱来想看卖，到底咱通过这章带予咱什么款信仰的反省？我想第一项是爱予咱知影，伫日常的生活，也是咱的职场顶头，都爱去实践上帝的话。无论制作会务、圣所、至圣所，约柜一切的物件。迄个目的是为着要来敬拜上帝，学习掠上帝最中心。因为因过去伫埃及帝国统治的下底，是掠统治者最中心。但是整个出埃及的过程中间，因伫去做这个圣所、圣会务的时阵，以色列人毋敢若奉献超过所有需要的。虽讲有超过，总是因毋是照人的意思，伫安怎，伫遐扩大增加。反倒当上帝讲偌济，做偌大，因就照安尼去行。通过遵叹上帝的命令，国开展现，因要对迄个拜金牛的事件中间真实来悔改，重新甲上帝立约。所以上帝命令去做会务的这个拿督，因就照迄个拿督去做。但是咱甲想看卖，今仔日咱要安怎去辨别什么是上帝所吩咐的？伫出埃及的中间，上帝吩咐因一寸一寸，什么款的材料，吩咐好好。但是今仔日的。伫咱的时代，咱要安怎去行？咱要安怎去行？这是值得咱去思考，到底上帝伫咱的时代，什么是伊所吩咐的？耶稣捌安尼讲，伊来是要来成全律法。耶稣伫新的诫命也甲咱讲起。就是爱咱听上帝，爱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是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。安尼，咱要安怎来去了解上帝所吩咐的？迄个上基本的，就是用耶稣基督听上帝甲听人的眼光，伫咱的生活，伫咱的职场顶头去实践上帝的话。长老教会创始者约翰加尔文，伊当时咧带领宗教改革的时阵，嘛是咧提醒迄当时的信徒，
会互因知影，咱每一个人有无共款的呼召、恩赐、专业，咱都要照这个方式，伫上帝所呼召的所在来荣光上帝。咱的服侍人、服侍基督所做的代志是啥物？那亲像有的人做爸母，有的人做囝儿的角色，有工作，有的人做专业的工课，做义工、艺术，甚至咱咧讲军公教等等这个，这个拢是上帝对咱的呼召，也是讲召命。咱会当通过这款的召命来服侍人、服侍基督。所以约翰甲你问讲，每一个人应该伫家己的职场顶头，成做一个福音的工作者，来见证上帝的听。今仔日咱无需要搁去起造摩西的会幕，咱嘛无需要去起造所罗门王的圣殿，咱来起造的是用耶稣基督的听来起造咱的生命，起造这个世间。互上帝旨意行伫地里，那亲像伫天里。讲到日常的生活，甲职场顶头，爱去实践上帝的话。这我想起加西利约翰对真正悔改的人来求救伊的找伊的时阵，伊有一个真要紧的教示，就是记载伫路加福音第3章第10节到14节。迄段经文安尼描写，讲群众问伊，安尼阮着爱安怎做？加西利约翰甲因回答：有2领内衫的，分1领互遐个无的；有物件通食的，也是爱安尼。然后抽税嘛要来领受洗礼。因问约翰老师：我应该爱安怎做？加西约翰甲因讲：毋通去摕法定以外的税金。嘛有一寡军兵来问伊：阮着爱怎样做？加西利约翰对因讲：毋通去安怎，不可敲诈，不可勒索金钱，爱用你所得到的这个上量，就是薪水满足。啥物才是实践上主所吩咐的？加西利约翰伊的回答真具体，有2领衫的，分1领互无的；有物件通食的，嘛是爱安尼。所以咱看到一切的举动，拢是用听来做出发，关键就是互人在地分享。我想要讲起这衫，就那亲像迄当时一个人规半年迄个外袍，规半年的薪水。这款的外衣通常平常时会当满地，暗时会当做摊啊。但是真侪送乡人只有薄薄的这个内衫，无有外袍，所以拄着寒冷的时阵，敢会当揪规个身躯会困。所以加西约翰强调，有2领衫的分1领，互其他人；有食物的，袂通互人枵巴肚，爱甲因分享。关心失丧的人、欠亏的人，这就是加西利约翰所讲的，用恁的行为证明恁已经悔改。其实出埃及的这个目的也是安尼。当以色列人脱离这个奴隶受压迫，因通过敬拜上帝来圣化因的灵性的时阵，因掠上帝做中心，因也是需要去实践上帝国的价值。那亲像伫旷野40年的中间，对玛纳所得到的食物，这其实对因来讲嘛是一种分享，因为你捡较济无效的臭气，所以伫迄个中间去学习分享听的信仰。
第二项要紧的假事，要互咱知影，咱都要遵照上帝的命令，上帝一定会祝福。伫这个32章拜金牛的事件了后，上帝搁一摆互以色列人有追求神圣，还是讲圣化的机会。所以对34章了后，不断的重复者的记载。这个重复当然是通过祭司伫遐读，证人伫遐怎听，都伫遐附送，不断受教，通过安尼来亲近上帝。因为当咱咧亲近神圣的时阵，也会互迄个神圣去感染咱、帮助咱。咱看到阿伦甲伊的囝做担任祭司的工课，因所穿的衫有一个真要紧的象征，就是顶面有刻12支派的名，